你回大学，真侪人拢会有心血管的疾病。医师提醒讲，若是发现胸坎实在行几步路，脚就会肿，这有可能是心脏的血颠倒并流露，所以上好量早找医师去检查治疗。走路是会气喘，只要弯腰弄鞋带，脸是红的，胸部是闷的。 85岁林先生具体就有心血管疾病，常常行无几步就感觉胸坎实在，脚嘛会肿。检查才知影心脏有3针半倒流的问题，而且已经强要袂抗得。经过医师评估，伊接受导管修补手术，将命捡回来。超音波再去比对，看这个位置是不是恰当。如果不恰当的话，当然还可以再换位置。这就是导管的好处哈。传统的开刀或者是小伤口开刀，基本上都必须使用所谓的这个就是心肺循环机哈。病人哈。 其实还是会有所谓的这个全身性的发炎反应。医师表示，新型的导管修补手术机动性较悬，对静脉入去到心脏，透过超音波确定瓣膜合袂起来引起倒流的所在，再用机器甲硬起来解决问题。这款手术唔免开心脏、空喙洗，大概4、5天就会使出院，比传统手术更较利便。提醒民众若感觉喘气袂顺、腹肚胀、脚肿，千万唔通大意。 病友出现一些，比如说会晕眩啊，或者是脚肿啊，或者是走路明显变得比较费力跟气喘的时候呢，那就近的就医，让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听诊，对于这些瓣膜疾病呢，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医师建议，若发现各样，爱量早找医疗团队评估。目前导管的3针瓣倒流修补手术，健保并无补助。记者麦上英曾准由台北报道。